今仔日阮翁诚忝，长地休困，就困甲哭哭叫。伊是叫我讲，百病爱家己叫起床，毋过吼实际上去叫伊起床是安怎叫，拢叫袂醒，啊无就是发性地，哪叫伊，伊哪发性地。我有就趁这时间甲伊，若听若拍即个心情会议的记录，阮翁公司的。虽讲即个顶时阮翁的顶时是因小妹，毋过会使知影讲，若一个人做主管、做顶时了后，讲的话实在是拢是做严肃的，讲我要甲你拍分数即个公司有啥物政策，爱安怎甲一个人来评估看伊的贡献有诶无诶。实际上这真正毋是我喜意的代志，毋过为安怎做想要来。进前做想要讲有一个成就就是讲若替互人牵绳，做一个小小的啥物歌啥物诗安尼毋知有偌好。当然这就是即个社会即个气氛我嘛替互影响。就算无介意做即项代志，讲去讲即种话，这敢是人讲的话？讲恁啥物贡献，恁若无照做，阮若拢无改善我就要甲你扣分数。这话实在讲出来嘛，感觉无合，甲我的个性袂合我是一个较自由、较就是写册即种文学的人对于即个人生可能感觉较趣味。若讲管理经营方面实在是这就离正经的人较远因为这理论的物件讲话拢是硬扁扁听起来讲哇这是啥物话毋过这就是第一线处事的公司，就是需要即种听起来就是无感情安尼就是有专业就是看安怎管理别人。其实是真正甲我个性袂合，而且嘛知影讲爱安怎才会当做顶时，就是讲可能写文章嘛是作文，要安怎讲做像公文安尼安尼缩短毋过其实我爱做的代志是一种创作，是一种体验。若你讲逐工伫管理，逐工伫开会，着这伫社会顶头，抑是讲公司是讲伊这个人是一个重要的人，若有一寡权利伊会使甲人拍分数。伊若甲大家叫来开会变做大家拢知影讲伊是即个会议室内底上大的拢甲伊当做大的。毋过伊若讲搁去换一间会议室，内底拢变大大概就无的确是安尼。这嘛不时互我想着讲，我若面对权威，面对有权力的人我是安怎的反应？我若是讲做牺牲，无就是做惊吓，这拢是代表讲我对即个权力，我嘛想要真做安尼的人手有力权会当讲会当去改变别人的即个一工的心情。其实这毋是我想要爱过的生活我想要讲大家看到我毋是讲变甲做严肃的变甲讲拢做无趣味。
若讲同事看着我，就讲啊，就一个人行过去，这无啥。就亲像讲，若有一阵人伫遐讲话上班的时阵伫遐讲甲足欢喜的。有人经过，迄无啥物反应的。有人经过甲因招，讲来安怎，请你食物件。若有一种人经过，大家拢定去，拢毋敢讲话。有可能伊就是较有权的人，会当讲影响即马现场的人伊的成绩啊。若讲会当足轻松，足轻松的模样，有可能这个人就要离职啊，就无伫咧行哩。无就是爱讲，伊真正对待每一个人，伊看着的毋是讲这人有啥物权利，我甲即个有权利啥物私啥物利的人我甲伊当做啥物，甲伊当做比我搁较大的人。其实阮若讲会当伫伊心理上，就是讲大家拢是平大平凡的，无人较高级嘛无人讲安怎。我希望讲我会当讲改变我的观念，就是要紧的毋是讲这个人着升甲第几级未来过几年会当坐啥物位。其实上要紧的是讲，我安怎看待讲即个游戏的规则即个方式。其实有足侪物件拢是一个道具尔。我举一个例，就是开始算一个游戏，就讲这有可能伊是伊是廖白啊，这个人可能是警察这个人是贼仔搁有人是安怎，就是有一寡游戏会分配逐个的角色，就变做安尼游戏就会通好进行。即个时阵我就爱想讲，毋免足认真讲这人是扮伊的角色是警察是法官我就爱足惊吓。我的角色是内底较无权的较普通我就爱感觉讲足自卑的，足歹势其实这就是我受着影响，受着即个游戏伊内底有一寡设定，伊会找一寡人去演扮一寡角色。毋过这就是游戏尔。若讲有一个人伊看透透，伊知影讲这场游戏可能有人演啥物角色，毋过呢，这若游戏算了第二道就无得较有可能即个会做法官的人第二道伊讲伊要体验，这游戏无可能逐场拢共一阵人这个人去争做法官的角色以后大概拢是做法官，为安怎安尼游戏就足无趣味的拢足固定的，白安尼做。所以讲，我若会当看着讲，其实咱的人生就是一届搁一道搁一道的即个游戏，而且游戏有一寡想要互游戏好耍的所在，就会变做有一寡角色你会使扮啥物人，后一逝搁重耍搁大家拢无共款的角色，安尼哪换的，轮流会着伊着你着啥物人，而且若讲今仔扮演的角色是啥物贼仔这嘛毋是讲做贼仔就做衰，这拢是体验，互咱知影讲为着要去看甲足全，交装变做
咱一摆一摆游戏内底，咱拢扮演无共的角色，安尼较有法度去知影别人伫想啥，看代志的角度就无共。所以讲毋免讲即马伫个角色内底，看着有歹图的，就错啊要死，就想讲我爱紧做，互伊看，表现互伊看，就是对即个什物理的、什物种的有特别心理上有特别的优待。这拢是还袂看透透若真正看透透，就知影讲人其实拢是平等的，毋是讲这个人逐个拢找伊开花伊知影上济代志伊阁会使甲即个员工拍分数伊就是比别人阁较高贵变做看着即个人心肝头就无共款的反应我希望讲看着逐个反应拢差不多除非讲甲这个人做歹安尼无就无必要讲这个人因为伊伫外表伫外表有啥物无共款的权利无共款的地步我就变做讲表情拢无共感觉足有压力。我若有法度看着副总，就这就是一个人看着同事嘛共款平大，安尼就是我真正有学着物件就是安尼。